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日公布，台湾新增加的一例确诊係26歲屯門監區潘石間蛋糕4大爺。潘石間全市一下總共有31人，現時全台灣累計起來有429位，連續13年無本土病例出現。媒體報道陸軍有6個官兵當場係出現嘅武漢肺炎嘅症頭，唔過日本國防部暗砍起來。陸軍司令部今日講，官兵因為有惡意度，比如外下慎重地位故作去採檢，前面係嚴審，軍方強調絕對無暗砍。台鐵一個高雄嘅運務團查總，是同一個確診嘅阿兵哥同強嘅健身房地度運通，過後傳出有發燒，指揮中心對外強調，已經去進行相關協調。特別是台中市同高雄市陸續宣布愛封上並推苗栗鄉各地禁馬。行政院長蘇貞昌認為，地方首長實忙防疫，其實咪當好。早上其去台北市防疫旅館視察，佢講防疫工作只要政府同民間向下打拼，咪愛中央同地方合作。全世界現時有超過280萬嘅確診案例，日本有100萬嘅確診。日本台版從邊就談講有嘅醫院嘅護士第二次假確診過後，醫院方面還係要求佢繼續去執權，就係因為人數唔拉。